那现在这样就是顺顺的就好了。她是个好女孩啊。所以是确定在一起，没有啊，就是好朋友啊。好朋友。对啊，那觉得一切都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谢谢你们关心，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话题，但其实好像也还好啦，就差不多这样子，大家都是在正常状态，很好的状态，这样就很好。会止于好朋友，不会再往前了吗？一切都很难说啊，这是以后的事，谁知道？那现在这样就是顺顺的就好了。她是个好女孩啊，很乖，这样所以现在是友达以上，恋人未满。就是好朋友。所以他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交往对象嘛。她是好女孩，她很乖，然后也很棒，然后请大家多支持，她10月要发片，哎，好。所以妈妈我是她的歌迷，妈妈也看过他嘛，对我是他对不对歌迷因为妈妈有说，没，那个都不知道哪传出来的消息，反正就是好朋友这样。对啊，请大家多支持她哈。哦，平常多久见一次面啊？不一定哎。对啊。